今日就做一個新嘅系列啦，開始咁啊，呢個係一個5分鐘嘅時事法律節目咁樣啦，咁就會用5分鐘嘅時間，可能會每次講一件時事或者係講一件法律界裏面發生嘅事情。咁啊，今日去諗緊題目嘅時候啦，就見到有啲人咧就 share 叫大家去簽一份，即係去做一個 consultation。咁呢個 consultation 咧就係關於英國嘅一個 Common Hold and Leasehold Reform Bill。咁其實就係講緊話英國嘅而家一個業權嘅改革。咁啊，大家有香港過嚟啦，如果喺香港有樓嘅，其實大家都知道香港嘅所有業權啊，全部都係 leasehold 嘅。leasehold 我夾硬譯翻做中文啦，用翻香港法律嘅官方譯法咧，就叫租契嘅業權。係啦，咁即係話咧，你擁有一個單位，你係擁有呢一個單位嘅使用權，你亦都擁有呢個單位。咁但係咧，你唔擁有下面笪地嘅業權。咁而你擁有呢一個單位咧，亦都係受個地契限制。咁所以大家去買香港嘅業權咧，其實全部都只不過係買一張 lease， 買一張租契翻嚟，買一張租約嘅啫。其實你係個租客嚟嘅。咁只不過你可以使用呢一笪地，你擁有個業權，直至到個租約完成嗰一日為止，咁就係2047年啦。大家知道，咁啊英國其實如果你係住 flat 嘅話咧，係啦，即係你買apartment啦，你買 flat 嘅話咧，基本上你都係 leasehold 嚟嘅。咁呢一個概念上就同香港一樣噶啦。咁只不過香港嘅地主全部都係政府，咁但係喺英國個地主咧就可以係發展商或者係一啲投資者咁樣。咁啊，而家呢一個改革啦，會做啲咩咧？其實就想慢慢將 leasehold 啦、租契呢一個業權咧，就慢慢退場。咁啊，所以咧喺呢個改革咧，政府就會建議嚟緊40年啦，地租咧最多淨係可以每年收250磅，咁然後40年之後咧就去收一個 peppercorn， 即係一粒胡椒，即係唔值錢嘅一個地租。咁然後所有發展商起出嚟嘅新樓，咁都必須要係用 common hold 嘅形式去買。係啦，即係唔可以再係 leasehold 啦，就一定係用 common hold。common hold 嘅意思其實即係一個共同嘅業權，即係大家除咗擁有呢一個單位之外，你亦都同所有呢一棟大廈嘅其他單位嘅業主咧，去一齊擁有成個地，成個 freehold。咁啊，咁然後啦就而家有嘅 leasehold 啦，而家嘅 leaseholder 啦，如果係有超過50% 嘅業主願意的話咧，咁其實係可以將個 leasehold convert 轉咗做一個 common hold 嘅。咁所以對好多香港人嚟講啦，其實呢一樣嘢係一個對佢哋嚟講一個好消息啦，因為大家ground rent 咧，雖然有好多新聞啦，就話有啲地方嘅 ground rent 係咁即係收得好貴啊，有成咁，但係更加多人覺得貴嘅，其實通常係個 service charge 嘅。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嘅改革實行咗之後啦，慢慢，如果 common hold 去變翻咗一個主流的話咧，個 management agent 其實就叫做向啲業主負責。咁理論上咧就應該會比較有透明度，同埋就可能會有多少少嘅限制，就未必會加得咁勁啲管理費。咁所以對好多人嚟講都認為呢樣嘢係百利而無一害嘅。咁但係我哋去睇時事啦，咁永遠都有正反兩面去睇嘅。Common hold 其實呢樣嘢唔新嘅喺英國，某程度上佢仲同香港嘅業主立案法團有少少接近添，因為係講緊所有業主一齊群埋一齊去 manage 呢一個嘅物業啊嘛。咁只不過係業主立案法團，佢仍然係一個 leaseholder， 即係每一個業主都仲係一個 leaseholder， 只不過因為笪地係由政府擁有。咁但係你講緊喺英國嘅話，如果轉咗做 common hold 嘅話咧，笪地都係屬於所有嘅業主，就冇咗政府呢一個元素喺度。咁啊，即係大家會知道啦，好似覺得係咪所有業主群埋一齊 manage， 我哋就可以唔會再俾啲無良吸血嘅 freeholder 去吸血啦，或者可以自己揾翻一個 management company 啊，甚至乎係呢一個嘅 common hold association 啊，去做晒所有嘅維修保養同埋日常嘅管理咁樣啦，就一定非常之好啦。咁但係正如好似我所講啦，借鏡翻香港嘅業主立案法團嘅大廈管理嘅經驗啦，其實大家都知道，有時係咪真係所有人群埋一齊去 manage 就一定可以得到一個好好嘅結果咧？咁我相信大家都應該知道唔係嘅。先唔好講話嗰啲圍標啊、貪污啊嗰一啲嘅事情先啦。但係其實你知道，如果有一棟大廈係每一個獨立嘅 flat 嘅 flat owner 都唔同嘅，咁其實佢哋群埋一齊，我哋去做 voting， 我哋去做投票、去做 decision 嘅時候，其實有時可能即係
會有好多意見不合上面產生啦，可能會有好似以前啲業主立案法團嘅管委會係鬧交嘅事件啦，可能會有一啲好多業主唔知發生咩事，佢可能相對嘅教育水平未必好充足，或者係佢唔係真係好理解大廈管理到底係啲乜嘢事嘅時候，其實喺呢啲個決策嘅過程裏面咧，係可能都會出現好多衝突嘅。咁啊，我甚至乎可能如果有一啲係如果出現大業主嘅，即係例如我有一棟樓，咁但係咧我有可能10個單位，但係原來有6個單位咧，全部都係某一個業主揸住嘅，或者佢哋屋企人揸住嘅，咁其實亦都會出現翻香港嗰一種大業主話晒事嘅問題。咁啊，呢啲我唔知道係咪一件好事啦，但係就咁對香港人嚟講啦，at least 如果可以個 ground rent 唔需要俾咁多嘅話咧，咁其實對 BNO 人對 BNO 人嚟講咧，大家係應該會歡迎嘅。對某一啲嘅人嚟講啦，就未必特別太歡迎啦。例如就係一啲嘅養老金，係啦，即係大家好多人會覺得咧，呢個係一個德政，因為我會打擊啲大業主，打擊啲投資者，咁啊唔需要俾佢去吸血。咁但係實際上咧，其實英國亦都有唔少嘅呢啲 freehold 咧，係由一啲退休基金去持有嘅。咁所以可能係大家有好多人供嘅 pension， 或者係一啲 private pension， 其實可能你嗰個 pension， 你嗰個基金咧係投資咗落去有一啲咁嘅 freehold 嗰度。咁佢哋其實就係通過呢一啲地租去 generate 翻一個 income 出嚟，然之後去 keep 住個退休基金去運作，即係個 private pension 就咁樣運作嘅。所以係咪全部 freeholder 都一定係吸血鬼大業主咧？唔一定係。實際上亦都會有啲人係因為呢一樣嘢係可能會受到金錢上嘅損失，特別係個問題就係當你知道呢一個 freehold 你淨可以收250磅一年，然後你淨可以收多40年，咁其實40年之後咧，你呢個資產就唔值錢噶啦，就冇咗噶啦，即係因為你根本收唔到 ground rent 嘅。咁你收唔到 ground rent 嘅時候，如果我想而家甩手，咁到底你可以用個乜嘢價錢去脫手咧？係啦，即係我知道你去揾一個潛在買家，喺現行喺嚟緊個法律改變下邊咧，其實呢啲潛在嘅買家可能已經冇乜興趣再真金白銀出嚟買你個 freehold 噶啦。即使我買你個 freehold，頂到盡，你就係收多40年嘅250，咁我再做翻一個折現，再打個折，咁其實個價值可能唔高。咁所以呢一個其實喺成個法律嘅制定過程裏面係有出現過一啲關於人權嘅 argument 嘅。咁因為咧，其實呢樣嘢係政府好夾硬地去影響人哋嘅私有財產，係啦，即係本身有好多人去擁有一個 freehold 嘅，咁啲 freehold 唔一定係大業主，亦都唔一定係財雄勢大嘅基金，有時可能真係有一啲 individual 嘅業主，係佢真係買咗個 freehold 作為佢其中一種投資工具。咁你而家突然之間咁樣做一個法律上嘅轉變咧，其實係夾硬將呢啲人嘅投資去直接歸零，或者係打咗一個好大嘅折扣，或者令到佢係冇咗個流動性嘅。因為我知道呢樣嘢40年後就不再存在嘅時候，到底我要賣出去，到底有冇人買咧？用啲咩錢嚟買咧？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可能對好多香港人嚟講，呢啲就未必太關佢事啦。因為大家都係作為一個使用者啦，可能你就買一個 flat， 亦都困擾於每一年嘅 ground rent 同埋 service charge。咁但係我哋去睇新聞就唔一定淨係睇關自己嘅事嘅。咁所以其實喺啲新聞背後有啲乜嘢影響到咧，其實都可以了解下嘅。